Hello， 大家好，我是高本，又到福气来的时间咯。金砖王梨强下食出健康，强下食出好味道。也唔单止係一句話哦，更加係一種精神。用辦講呢，又同今年的來賓有乜嘅關係呢？我哋夾夾嚟有請佢同大家分享一下吧。馬上來分享，我哋來自新北嘅怡姐怡姐。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怡姐。我們家現在在屏東種金鑽鳳梨哦。哇，歡迎怡姐來到我哋節目地位。怡姐，你頭先講，你哋都卡更加係新北種鳳梨嘛？嗰時候，你是新北人，還是講你哋先生他們是新北，住在新北？不是，我們家我們都是高雄人。那我們是因為我們家的地在屏東的新埤鄉。那個時候，因為就是我們高雄到新埤需要一段的路程，那每天早上要很早就起床。那这段路程，我先生在开车的时候都在打瞌睡。后来我们就决定说，好，全家一起搬到新埤客家村，然后我们在那边就是定居，然后离我们的田里也会比较近，这样子可以节省就是来回的时间。不过你们本身可能不是客家人的话，你们搬到新埤的时间，会不会在可能一般的沟通上或刚开始会有一点不习惯，会谈到学法听不懂人家在讨论讲乜嘅？我妈妈是客家人，然后所以我跟那边的阿公阿婆说，我会一点点客家话，那我听得懂，所以你可以讲。然后我如果听不懂，我跟你说，那我们就是这样子去做沟通啊，因为我婆婆也会怕，因为我们全家搬到那边嘛，那我婆婆就会说啊，我听不懂，我不要那个跟他们就是讲话，我就说不会，他们也听你跟他讲台语，他会用客家话回你。真的哦？对，所以我说其实是都很亲切，就是大家对于新搬来的都还是像家人一样，所以我们到新埤那边住的也很习惯，对。所以人家搬到新埤这边，现在住了多久了？我们已经住了其实快10年了。哇，10年哦！对，真的算久了，已经在地化不少了。对，小朋友现在也都在那边上学啊。对，所以在那边上学，所以现在小朋友说不定还比你们会讲客家话哦。会，其实小朋友懂得客家话比我们还要多。对，应该有像给人讲下来上节目，谈给人来分享一下。对啊，可以。对。你怡姐，你这个在种凤梨，我记得印象底部吼，新埤这边种的凤梨面积。看到凤梨的田啊，1万的台，你们这个在路卡种的凤梨差不多面积1发的呀？我们从最早开始就是听我公公婆婆他们在说，其实最早开始是50-60甲。哇！对，然后缩减到现在是像今年是23甲、25甲左右。对啊，我们就也已经因为人力的关系，然后加上现在凤梨的需求没有那么大，所以我们就开始陆陆续续的减少，然后把就是凤梨就是种得更好一点这样子。对。哇，糖红嘞，对人可能无马蹄耕田的人糖都好讲，一甲都已经青苔的呢，因为这是10甲开始起交10甲、20甲安呢。当时你在同先生在交往的时间啦，如提讲给人迄凤梨世家嘛，都专门在种凤梨的嘛。是，对。这时间有这个想想讲，哎呦，假使讲爱加本钱，爱都会去田里面工作啦、晒泥条啦、压掉，你会这样担心吗？会，可是就觉得那个时候没有想那么多，就觉得说先生的意思是说我们有请人工作，对，所以我们他说我不需要到田里面，对，可是你看他那么辛苦，就会觉得说帮忙多少帮忙一下，所以还是多多少少需要进去田里面。那要不然大部分的时间呢，我就是在公寮里面削凤梨，我们做加工，或者是说制作我们的果干这样子。对。怡姐，你这个本身应该没好务农的吧，对不对？所以在你嫁给先生之前，有这种务农的经验吗？完全没有，就是听到的时候会觉得好像天方夜谭。原来务农是这个样子，因为从来都没有遇过嘛。那但是就是没关系，就做了。
做就对了嘛，好，就跟着进去做这样子，对啊，嘿啊，完全没有想象不到啦，想象不到务农是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工作内容，对，都是自己嫁进来之后跟着一起生活才学到的。对，到后面其实已经习惯卢卡这种务农的节奏了。那简单来讲，你能用公婆吼，你先生同这个你们来分工方面还是什么？调家同调家那种，你们自己的工作分配是什么？像公公跟老公他们就是在田里面工作，就是收获。对，那我刚开始还没有小孩的时候，我就跟着婆婆去削凤梨，然后折纸箱，好，因为会装箱寄。然后，所以我们就多多少少帮忙一下，然后就折纸箱、削凤梨。然后到了就是小孩稍微大一点了，就觉得说好像还可以帮忙一些什么。还是看到最近人家在网络上有在销售水果，要不然现在大家都靠宅配啊，要不然我也来试试看，慢慢看我们家的凤梨好不好。那没有这个勇气说出口。但是一直在观察啊，我们家的凤梨很好吃，是不是可以有一些别的销售方法？那直到就是说，以前公公的做法是，这个小凤梨很好吃，送给亲戚朋友，大家分一分就好了。对对。那送到我阿姨那边，那我其中一个阿姨，好，我是觉得说这个东西很好，很赞啊，我都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凤梨。他把我送给他的一箱凤梨，他陆陆续续推销给他在医院工作啊，等一下。医院送凤梨，这个好像怪怪的。对，医院是不收，其实是不收的，但是因为他说我百无禁忌，对，所以他就帮我推荐。只要有病人来，他就推荐给他。这是那个我侄女家的凤梨，很好吃，你带回去吃吃看。好，然后开始推。哎呦，怎么这么小颗，可以吃吗？人家会以为很像百事。小小的嘛，很像百事。那他们就我阿姨说可以，很好吃，你吃吃看。好，一个人送2只3只带回去。那个时候就送到志工手上了。志工一吃到说，哎呦，这凤梨真的没有吃过，怎么会那么小，整颗那么甜，那么好吃，肉又细。开始帮我介绍。那我就想说，好，既然他要的话，要不然我们试着装看看，才开始宅配的第一步。就开始开始从原本的送别人，然后都这个姑姑啊亲戚的时候，才阿姨才开始奶的宅配。那所以说宅配是从你这边开始从事第一步。我说以前欣赏了先生他们的那个卢卡凤梨种出来是直接交到行口去市场吗？对，就是采收完，然后就直接市场就直接送过去了。对，所以我最早的时候，像我先生的阿公，我们是3代嘛，先生的阿公他们在种的时候有很大只，因为凤梨就是称重称斤两在卖钱，种的越大只，当然我赚的钱越多，因为越好看越吸引人。对，好，越大只越好，就那个时候就是50甲，就是这样子操作。那直到我阿公过世，然后换我公公接手。那因为刚好，阿公过世之前，他是猛暴性肝炎过世的。对，那我公公认为说，会不会是因为当时阿公在喷药，那个时候他在喷药，所以才会突然有这个？因为这是偶发的。那所以对于喷药这件事情呢，他开始有一点会怕，觉得说是不是我们不要换他接手的时候，开始朝向就是要不然我们越天然越好，给他凤梨该什么味道就什么味道，然后我们不用去就是改变它。那从公公那个时候开始接手，就朝向这个方式去做，所以开始凤梨就从本来都很大只，变得就是有大有小，
那刚开始人家就说，哎呦你那么小，就像阿姨说的吧，给人家的时候，哎呦这么小的凤梨，这可不可以吃？那我们就跟大家开始介绍，凤梨就是像我们人一样啊，有些人高，有些人矮，有些人胖，有些人瘦。那我们不强迫它，让它自然生长，那我也不用药去改变它。那所以有大有小，但是保证一定都好吃。好，不会说我大的就比较好吃，大的就比较好吃，小的不好吃，不会。我们家就是有这样子操作下来，就是都好吃的哦，都是天然的，所以大部分的客人一吃到就是说第一句话就是，我觉得你们家的凤梨有以前凤梨的味道。不是只有甜。对，现在因为现在的人追求甜度，所以我们台湾的水果其实甜度都很高。那我觉得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因为毕竟有甜才好吃。可是我们还是跟客人那个说的就是，不要追求甜，我们希望的是它该有什么味道，它就有什么味道。例如说，就算凤梨是很甜的，但是它会微带一点酸气，那我们就是觉得说这个就才是有凤梨该有的味道，而不是让你吃到只有甜而已。然后你一打开箱子，像我们宅配的时候，一打开箱子，哇，你会整个家满满的都是凤梨的香味。对，那才是我们想要的。故说讲，其实要给家里面卢卡才从事种凤梨要给部分啊，其实转变不是只有从你开始，是对你要给公公开始，他就有看到，然后反思之后，开始第二胎都2年、第3胎的时间，正是一个转变过来，这样一个变化啦。是观众朋友，原来啊。伊个今年卢卡种凤梨还有安尼的故事呢。不过伊真是开始栽培做其他品牌的时节，有样板的故事呢。休息一下 CB 继续来同大家谈故事哦。前面有讲到，伊个今日欣赏卢卡有种的凤梨种的3胎啊，开始来转变之后，怎么个有了成立的品牌呢？第八有样板的故事，继续来请教佢吧。姨姐，条都有讲嘛，卢卡传的3胎对个爸爸开始做转变都开始做一个栽培，做一条片发之后，怎么个会想到有来做一类品牌？刚开始在做的时候就觉得说大家可能不认识我们，就是我刚开始在说我们是从医院的志工开始卖嘛，那到了后面就是开始会有人说，老板，你们家的那个名字是什么啊？我要在哪里找到你们啊？因为你们家的凤梨很好吃，如果你们家今年收完了，那明年我想要再吃的话，我要怎么样找到你们？对，那这个是一点。后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寄宅配的过程当中，有一天，那个时候宅配的车到我们家帮我们收货的时候，他打开他的后车厢，然后告诉我们说：“你看看这个人啊，他也是在做宅配的，他就用自己的箱子，然后印自己的 mark。”然后上面有自己的名字品牌，他每一年都寄很多凤梨，我就说好，那就是我的目标。就受到刺激了。对，有一天我也要向他看齐，那我就开始从成立粉丝团开始嘛，是最简单的。那成立粉丝团开始，要取什么名字？想说既然是凤梨，好像人家该取的都取了，好，我就。想了一下，就是说，要不然我就取17吃旺来。那好，17吃旺来，人家会说17是什么意思？就是金钻17号。卢卡种的凤梨的品种。对，17对，然后又有17念久了，又有一起的意思。一起吃旺来，一起吃凤梨。那我就希望说，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吃好吃的水果，然后一起吃健康的水果。所以这个品牌的名称我就这样子定下来了。那就开始从成立粉丝团开始，然后逐渐的就是由粉丝团作为一个宣传跟广告的一个平台，然后告诉大家说，如果你
以后有想要吃我们家的凤梨的时候，来加进来。哦，对，加进来我们的粉丝团，然后我可以跟你分享，可能我们在田里的故事，或者是我们开始采收了，我就会提醒客人说，今年的售价。然后什么时候我们开始会寄送？对，就这样推广。我想要问一下，其实你这个以前啊，头摆有试过的凤梨，其实太部分了，讲因为失败会应该3码，就咬舌头。对。你这个改编之后，真的就不会咬舌头了吗？对我来说哈，从以前开始，我们对于凤梨的印象就是，吃起来就是舌头会麻麻的，对，然后水水的，肉有点粗，会卡牙齿，对。那直到我吃了我们家的凤梨的时候，惊为天人，哇，为什么凤梨会这么好吃？然后整只又肉细。那我都称我们家的凤梨是蜜香小凤梨，他们说怎么会有蜜香？我就说这个蜜的香味来自于太阳、阳光，那再加上说我就让它自然生长嘛，然后所以这个蜜淡淡的蜜的香味就是由大自然给我们的。那刚开始都觉得说外面吃的会咬舌头，那是什么原因呢？先生是专业的，问他就对了嘛。那我先生说，你放心，我们家就是品质够好，我才敢这样跟你保证，我们家绝对不会咬舌头。那为什么？其实我先生说的，你不要放什么东西就好了，你不要使用过多的农药去改变它，然后也不要喷药。好，那凤梨有大有小，自然生长。你吃到的就是最好吃的，那不需要说担心说会咬舌头，所以我们品牌建立起来的一群顾客妈妈，就是因为他们的小孩子居然说吃到我们家的凤梨。其实好吃不好吃，最简单就是你削完了凤梨，削了一盘放在桌子上，小孩子你都不用叫，就马上吃光光了。这个就是对我们最好的鼓励嘛。然后那些妈妈就说，我们家的小孩子居然是说吃你们家的凤梨不会咬舌头，所以以后只认定吃你们家的凤梨了。好，每一年时间一到，他就直接来报到了。对，就是这样子。你在做一个转变磨砂的过程之中，会不会你都还会担心讲种出来的凤梨太细啦，也太粗，外表看起来不好看那种？会，就是我们的田大家都看得到嘛，就经过，因为我们附近多的是凤梨农，对，然后那些凤梨农啊，这年纪都很大了，有很多种凤梨的经验了。看到我先生这样年轻人这样子在种，常常车开过来，嘿，那个少年呢，我跟你讲哈，你种的凤梨哈太小了，你那样收不到钱。我介绍你一个先生，好什么先生我们就好没关系，你介绍来看看，他教你怎么种凤梨。好，来，好约个时间，就直接到我们公寮里面来了抱着一箱。要对，然后我先生说，哎呦，这个是什么？他就是说开始介绍，有防虫的，有喷大的，然后有喷甜的，喷不酸的，喷固果皮的，喷防裂的，对，头都米都可以喷，林林总总加起来20几罐。我先生看到都傻眼了，他就说，这样喷下去，凤梨还能吃吗？所以他说，其实可不可以用？可以用，但是你的凤梨出来好不好吃，跟你能不能对客人交代，就是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他就说我们不用，我们宁愿就这样就好了。很多人经验谈想要教你，我先生说没关系，我顾好我的品质，我不怕说我凤梨小卖不掉。我们还是有固定的一群客群在支持我们的蜜香小凤梨这样子，对，就会按你这个顾好这个品质有信心嘛？对，虽然讲按你讲，你这个品质过好你也成立了一个粉丝专业等等的品牌平台啦，然后来促销来讲，那你们还有做其他的一些销售的方式来行销我们这个产品吗？就是做果干。
就是前面的果干。对，然后这个果干也是在某一年，那一年就是我们的凤梨遇到滞销。那刚开始凤梨没有什么，像3月的那段时间，其实价钱不好，然后又因为会酸甜，买单的客人不多，所以我们就想说怎么办？那面对这样子一堆的凤梨，我们要怎么处理？那个时候有人跟我们介绍说，还是你要不要试试看，就是把它制作成干。第一个可以拉长保存期限，那第二个又可以销售你这边的那个凤梨，第三个你又多一项产品可以贩售，真的好，那我们就决定说，既然我们家的凤梨好吃，我们就来试试看。那个时候3月的凤梨呢，酸甜，让你吃起来不会很腻。那我们在烘的过程中呢，像如果你可以看得到我们前面的那个果干，我都切很厚。所以吃起来中间会带一点点 QQ，对，就不会很。理解，等一下，好。既然讲牛大了看到制作单位啊，一定的贴心讲，本来人就看一下紫外，还可以送一下蜜头，就是来试试看看嘛。那你一边介绍，我真的来分析一下，大家来看一下，根本以前给人带过来，真是有盆呢，真不像一般外面卖的，真的是比较薄，这个还看得到厚度，而且是不规则哎，对。你头都讲中间生烘了会 QQ 啊，就是吃起来不会很干硬。那像我们的果干颜色都是不均匀的，那就代表什么？我们不去蜜糖，外面有很多果干会先煮过、杀青过、蜜糖过，那我们不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就已经觉得说我们就是要往天然这个方向去走，所以我们不再去加糖。我都开玩笑跟客人说，那个客人问说，老板你们这个凤梨有没有加糖？我就说加糖我还要花钱，真是成本会提高。对，我就说不用，我们都不加糖，然后我都跟客人说，我的果干会好吃，是因为我凤梨更好吃，所以我凤梨已经那么好吃的，我何须再另外再做加工呢？所以我们就削一削，切一切，我们就直接下去烘。所以我们的每一块大小不一样，然后颜色也不一样。我就是告诉大家说，我们的就是天然。那有些像那一阵子很流行，就是大家喜欢切太阳花形状的圆的，圆呢？对，那他说那。你这个会不会是因为是瑕疵品，所以你才会把它切成角？我就说不是哦，因为我刚开始做第一个实验品就是小孩，小孩切圆的呢，大概吃一半，甚至可能只咬一口。妈妈，我不要了，因为会腻，然后再加上一块，其实对小孩来说蛮大的。但是这样子一口一口，有时候打开边看电视，一口接一口就把它吃掉了哦，一整包就结束了哦。所以我就跟客人说，其实我们就是做。希望是做老少咸宜，就是大人小孩都喜欢吃，我们就朝这个方向去做。那你说我有没有做过像太阳花那样？我说也有，但是我实际跟客人分享嘛，真的小孩子吃一点点而已，他们就不吃了。对，有样。哇，观众朋友，你看，调到一细看啊，这个小孩真是鬼好食的，一下都冇，真是做人道啊，也系做点心肚好呢。不过除了按好吃之外，又有那种版神奇的故事呢，休息下继续来同大家分享哦。经营一个品牌係冇簡單的事情，尤其係以前啊，佢要加上有咧栽培，睇下過程之中佢有多多嘛嘅困難呢？以前成立一個品牌之後，你要從事一個栽培，栽培對你來講有一個新的工作項目嘛，那睇下經營的過程之中，有多個嘛嘅困難嚟講影響過什麼事情？像我們栽培，就是我都跟客人講說，我是當天現採。那為什麼要當天現採呢？就是因為我希望說，鳳梨是新鮮的，就寄到你的手上。那但是因為現在栽培，其實所有的水果葉，
好，他们都是靠宅配在做运送，有时候迟个1天2天，我们都还可以接受。那但是如果像之前遇到疫情的时候呢，它是放好几天，那等到客人收到的时候就说，老板娘，我的凤梨都坏掉了。那第一个是我觉得我的凤梨好可惜哦。第二个你要不要赔？还是要赔给客人？我是做信用的，我就说好，没关系，我再补寄1箱给你。那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开始逐渐调整嘛。因为每到大概5月4月中过后，5月就是我们盛产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好就是天气也是天气最热的时候。那凤梨天气越热，它熟得越快。那我们开始就是把它开始调整我们寄凤梨的熟度。那4月的客人收到的凤梨红的。好好吃哦！好，接下来下一个月收到全绿的。老板娘，你为什么这次寄那么绿给我啊？你们这个没有熟吧？怎么会好吃？那开始一个一个跟客人解释，我们家在4月过后5月这边绿的就有甜度了。为什么我要寄绿的给你呢？第一个是因为现在的凤梨不耐放，我不知道说你们家的冰箱够不够冰？那如果你不够冰的话，势必我们的凤梨就必须摆在外面让它自然熟嘛。那因为你现在看到的是绿绿的，可能它过2、3天它就全红了。那我又怕说你会吃不完，吃不了那么快。那如果你吃不了那么快的话，凤梨就会开始烂了。所以我就寄绿的给你。那他开始就觉得说，这样子这个品质有待商榷。那直到说，有客人真的刚好他收到也是同样是绿的凤梨，那里面刚好1只凤梨不小心被宅配压出水了。那在运送过程中可能遇到碰撞，抠松哎。对，然后他就说：“老板娘，那我先把这只削了。”我就说：“那不好意思，我下次再赔给你咯。”那削完之后，他马上说：“老板娘，你们家绿的怎么会这么好吃？已经很甜了哎！”我就说：“对，真的，所以赶快把它截图下来，然后给大家看。”我就说。真的不要担心，或许你们在外面买的绿的凤梨是不能吃的，对，然后或者是有一些农夫就是可能不够熟，他就采出来，但是我跟客人保证说，我今天会寄给你的就是有熟度的。那有熟度的凤梨到你家，你只要再多放个1、2天。你如果想要吃红的，你多放个1、2天，它就会红了。但是如果你要马上吃，也是可以，不会酸，而且重点是味道、香味也都很足，对，所以可以放心。基本是有失败什么都可以鲜那种够强。对，没错，对。而且很谈讲啊，唔单止你能做一个宅配之外啊，甚至于讲你能如卡一家大小其实都对凤梨都会去帮忙嘛，去工作。对，甚至于讲你能如卡连你能这个爱来也会削凤梨哦。对，很多年轻一辈的他们。不敢买凤梨的原因啊，真的有80%大概就是我不会削凤梨。那我就为了要销售嘛，刚开始我就画图，画了一张图给客人看说，你凤梨的削法有3种啊，你可以照着我的画法下去。可是发现，画一画还是有客人不知道，那。干脆拍影片。那拍影片之后，刚开始是我先生嘛示范嘛，他专业的，好示范怎么削啊，怎么吃啊，这样子简单的方法提供给客人，提高他们的购买意愿。好，那之后觉得有些客人还是会觉得说那我还是看了之后，我觉得还是会复杂，对，没关系。我请我家的小朋友来示范给大家看。那小朋友有一天母亲节嘛，那帮妈妈拍个影片好吗？你敢削凤梨吗？会啊，我会啊，自告奋勇，我会啊。好，那当然还是有大人在旁边协助，因为小孩拿刀比较危险。那好，1刀、2刀、3刀、4刀，小朋友就直接拿起来吃了。4刀、4刀都可以哦。对，没错，就像咬西瓜这样子哈，然后也不会，因为我们家的凤梨其实，
太小了哈，有时候人家就说老板娘削一削就没有肉了，我又不会削，是不是会很浪费？没关系，用这种吃法完全都手也不会黏啊，就直接最快最简便的方式就可以直接吃了哈。那每个妈妈都说好，给我来一箱，我来给我们家小朋友试试看。好，对，就等于说就是小孩子也有出一份心力，因为毕竟知道说爸爸妈妈在种凤梨是辛苦的嘛，有时候像出去外面摆摊啊，当小帮手，我来帮你卖。对对。怡姐，你这个刚刚好用那种方式销售之后啊，其实我都知道说凤梨啊，它一定有季节的嘛，哈，就你头头讲的差不多5月份左右，几乎全部都出来了啊。你剩下的这些时间，你能可以种毛给？还有凤梨卖吗？好像有其他的工种呢？有凤梨在差不多收到端午节前后就是完全结束了，这是南部产季嘛。那结束之后，其实像先生他就必须要准备后年要收的凤梨，因为我们凤梨是2年一收，要准备后年要种的凤梨，然后还有明年我们要收的凤梨，它必须要去做调节，因为我们有固定时间采收的话，我们必须做催花，所以其实田里面的工作也是很忙碌的。那先生在田里面忙，我呢在家里闲闲的又开始忙，闲不下来了哈，然后就开始想说，有时候我们在网络上卖凤梨，大概是在端午节我们结束了，那端午节之后没有东西卖了，是不是大家就会忘记我们了？对，那开始想一些自己也喜欢吃的水果，开始东吃西吃，东找西找，因为毕竟自己就是家里在务农嘛，其实果农有用什么东西，还是天然的什么的那些，我们会比较知道，我们就开始找一些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也喜欢吃的，然后又可以帮助到一些不会销售的果农，去帮助贩卖，我觉得一举两得啦，就是对，又可以帮忙促销，家里又可以吃到好吃的水果，那除了我们家的凤梨之外，又可以推荐给大家，我觉得这个很好。等于讲，你这个本身在卖凤梨之外，到时凤梨的产季结束之后，你能够变做一个农产平台的，对，甚至来推荐大家其他好吃的农产品。比如讲，你能有卖过农版的那个农产品，卖过什么水果？像百香果，然后像水梨、柚子，然后芒果，像前阵子是芒果，然后接下来会有柑橘，对，这些都会，就是我们觉得自己也喜欢的，然后在栽种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果农没有过多的施用一些农药肥料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这个东西是可以推荐给大家的，我们就会用我们的平台去帮那些果农做销售，类似一种能自个来揪团、开团的意思啊，婆婆妈妈都可以加入。对，你推荐分享本大家有新的有好的东西。你其实线上年时都跟人家交往结婚都跟人家19年了啊，其实你能都看中间面积安泰啊，你头有讲嘛，它不是只有在采收的时间抹寒呢，连跟后端啊这些采收的时间还会抹寒的，你看了会不会很心的啊？可是你又有没有会跟先生小小抱怨过？碰那个凤梨的时间比前台数位时间还够多，是会就是大部分。没有像其他没有像我们买水果，就是我去到超市，买一只凤梨回去吃。可是你不知道，其实在种凤梨的后面，它需要花多久的时间？像我常常跟客人讲的，它需要1年10个月我们才会采收凤梨要种这么久吗？不是种下去它就长出来了吗？我说没有它要1年10个月。那在1年10个月的这个过程当中，除了我们必须要栽种啦，像我刚才说的栽种，然后拔苗、催花什么等等的，其实也不轻松。在我们采完凤梨过后，那这些都也是算农忙。那个时候会跟先生讲说，哎呦，你那个真的陪我们的时间跟陪小孩子的时间真的很少，因为有时候我说的早出晚归，然后回来的时候，有时候跟小朋友讲不到1-2句话，我们就要休息了。对，那只能跟他们说声抱歉。好，那我们等到说非农忙的时候，我们再来多花一点点时间，然后多陪我们自己的小孩。可是，我觉得这个是务农
也是比较辛苦的一个部分，是大家没有看到的部分。我们真的花很少时间在家庭里面，大部分就是陪水果的时间，真的比陪我们自己孩子的时间还要长。对啊。不过头都有讲到讲，其实过多的消费者不了解说可能我们的果农啊有多么的辛苦。是。那自家会不会有一类想法，也是讲规划讲，我们可以推出现在大家讲食农教育的部分，也是讲体验的部分呢？有那个时候有想过，觉得说还蛮夯的哈，尤其是现在的爸爸妈妈很喜欢带着小孩子到田里面去体验一些农村的生活。对，那我学校也会提出来说，我们可不可以到田里面啊？但是因为我们在种凤梨的环境，我们觉得说比较不适合就是小朋友，因为凤梨树在长大的时候真的蛮高的，会到大人的腰。那对于小朋友来说，哇，那个太矮了，会有危险。对，会有危险。有时候是怕说小朋友割伤手、割伤脚，然后或者是说那个叶子的刺会刺到眼睛，其实我们都会担心。那我们就不做这个部分。但是还是需要宣传一下，所以偶尔我们会如果说有市集，我们就去摆摊卖一下现削凤梨、现杀凤梨给大家吃。那大家一吃到就会说哇，真的很好吃。然后也可以就像我刚刚说的，让小孩子当我们的小帮手，一起出去跟我。妹妹带出去马上我看板招牌都之类。对，好吃哦，这样子对，推荐给大家，这是一种方式啦。然后讲真是有要给给费，大家想要看的话，你们也是欢迎啦，就是说不下田，但是大家可以看，某按某寒的时间可以小给呀。对，可以，对，那样的。观众朋友，今日呢有以前小嘅，张弟咧讲，其實鳳梨裡邊含有幾多嘅學問呢？而是好食嘅鳳梨，有健康嘅鳳梨，係冇簡單嘅事情咯。假使講大家真是有興趣，也可以去以前嘅人錄下，略看一下，睇佢哋無限嘅時間，睇佢哋小嘅，都係一樣嘅種出好食嘅鳳梨哦。再一次感謝以前今日帶來安好食嘅鳳梨乾，同你這個精彩故事哦，就這樣。謝謝主持人，多謝大家，歡迎大家可以到我們的17吃旺來粉絲團幫我們點讚、按追蹤，謝謝大家。好咯，坐到更加夾夾騰騰先生來運動一下吧。希望我哋歡喜來節目嘅朋友，記得點讚、聽客家電視台嘅頻道，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哦。